Happy Story Time， 開心講故事時間又到啦！今日要講嘅故事係神奇眼鏡。小猴子明明收到一份禮物，入邊係咩嚟嘅呢？等我打開先。哦，呢個係咩嚟㗎？哇，係神奇眼鏡啊！等我試下先。點解爸爸變咗圓形嘅？仲有電視機都變成圓形喎。到第二副，呢副呢四四方方嘅，等我試下先。細佬變咗正方形啊！仲有玩具車都變成正方形。到最後呢副，點解會咁樣起晒角嘅？又等我試下先。哇！媽咪變咗三角形啊！奶樽都變埋三角形。真係好奇怪啊！點解咁多唔同嘅形狀嘅？有圓形、正方形同埋三角形哦。快啲除翻低副眼鏡先。都係原來嘅爸爸、媽媽同埋細佬最好睇。完，呢個故事就講完啦。故事就嚟到呢度啦，大家又鍾唔鍾意呢本書呢？又或者大家睇完呢本書之後又有咩感想呢？都可以留言話俾我知。最後，如果大家想繼續收聽 Happy Story Time， 就記得訂閱我嘅 channel 啦。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